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44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50天。当地时间10月27号，俄军再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发动了一场由29辆装甲车组成的大规模进攻，目标是侧翼攻击波克罗夫斯克东北部约18千米的沙霍维和沃洛德米里夫卡。乌军再次击退了这次进攻，2辆坦克和12辆装甲车被摧毁，部分俄军士兵被消灭。这个视频在网上也很多就是目前俄乌双方在波克罗夫斯克说是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资源进行消耗战，互相争夺根据乌克兰的说法在波克罗夫斯克市区，乌克兰空降兵第7军正展开逐街巷战，全力肃清以渗透至城内各区域的俄军士兵。为巩固城防，乌军近期向该地区增派了突击分队、炮兵单位以及无人机作战小组。过去48小时内，乌武装部队已消灭约40名俄军人员。俄方试图继续向北推进，意图分散乌军防御火力，并切断乌军通往该城的后勤路线。截至目前，俄军未能完全控制波克罗夫斯克任何行政区。在10月25日至26日期间，俄军沿第7军整条防线发动了42次突击行动，均未达成任何战术目标。此次成功挫败俄军大规模突击，有赖于乌军空降兵第7军以及与邻近部队就是国家警卫队亚速第1军的有效策应。还有媒体报道由于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对乌军来说似乎形势很严峻乌克兰派遣情报总局特种部队去驱赶在波克罗夫斯克的俄罗斯军队。昨天咱们说了这个泽连斯基也说了，有少量的俄军士兵渗透到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乌军的防线后方。有人说有200人，但是具体多少名俄军士兵不知道。那么现在呢，说乌军派出情报总局的特种部队进入波克罗夫斯克，来清剿这些渗透进入俄军士兵。根据乌克兰记者安德烈·查普连科称，情报总局的部队已经部署到该市，基辅已经将特种部队从基里尔·布达诺夫的部门派遣到波克罗夫斯克。特种部队的任务是驱逐驻扎在那里的俄罗斯军队，至少这是乌克兰记者的说法。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该市的俄罗斯士兵不超过2万人。记者援引自己的消息来源报道说鉴于波克罗夫斯克危急局势，情报总局的特种部队已抵达防御最激烈的地区。乌总参谋部此前表示，波克罗夫斯克的乌克兰部队并未被包围，而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小股步兵正在渗透到该市。泽连斯基也坚称没有被包围的问题，但承认局势确实严重。这个俄罗斯的总指挥格拉西莫夫还有普京对外都说有5000名乌军被俄军包围。那现在双方是各执一词鉴于这个俄军以前一直是谎报，对吧？这个夸大，多次对乌军进行包饺子，1万、15000还有5000不等，但是最后证实都是一厢情愿。所以这一次也很难说俄罗斯说的就是对的。这个俄军25日向红军城和米尔诺格勒的乌克兰守军指挥部发出最后通牒，在10月27日前撤离红军城城市群，如果拒绝，被包围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单位将被摧毁。这个恐怕是俄军的这种叫意淫乌克兰无人机游荡在战场上空，伺机猎杀冲锋的俄军人员和装备。乌军无人机投弹轰炸俄军埋伏在路上的光纤无人机。但是这个乌克兰的真理报发表文章说波克罗夫斯克目前面临的问题，他说最高指挥部对波克罗夫斯克局势升级反应太慢，没有及时投入更多部队和资源。乌军在多布罗皮利亚优势和胜利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波克罗夫斯克正面临的压力。说前线乌军依然存在瞒报军情的问题，导致上级做出误判。总司令谢尔斯基再次批评了这一点。这个咱们昨天也说了谢尔斯基在前线要求这个前线的指挥官要说
真话，讲实情，不能瞒报。说俄军拥有空中优势，不断向波克罗夫斯克投掷重磅制导炸弹。乌军虽然有所应对，包括干扰和拦截，但处于挨炸状态。那么根据乌军的说法啊，说普京已下令要求在11月中旬前占领波克罗夫斯克。看样子普京很着急啊，要急于拿下波克罗夫斯克。这个地方已经打了1年半了，俄军伤亡无数啊，到现在还没拿下。那么现在这个普京指示格拉西莫夫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红军城。10月27日夜间，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在俄罗斯控制的卢甘斯克地区摧毁了一座燃料库和一座储油设施。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的无人机在斯塔罗比斯利斯克燃料库油罐注满油时发动袭击，这一时机选择加剧了后续的冲击，也就是对一个注满油的油罐发动了袭击，那这个爆炸燃烧的威力就更大。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说莫斯科方面证实了无人机袭击该市的消息。10月27日夜间，当地居民报告莫斯科州多个城市发生爆炸。据称，爆炸后俄罗斯莫斯科市科穆纳尔卡村附近可见浓烟。电报频道称莫斯科州谢尔普霍夫市的石油基地因不明原因发生火灾。据悉，发生在诺沃西奥尔基街的叫谢尔普霍夫石油基地股份公司附近的火灾已被扑灭。谢尔普霍夫市行政当局称起火是由于静电的原因，这回不是烟头了是静电导致起火。莫斯科的机场包括多莫杰多沃机场在内都关闭了航班。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的话说他称有28架飞往城市的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称共击落193架无人机，其中34架在莫斯科地区被击落。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确实这个换了新部长叫那个别罗乌索夫以后这个战绩就差了多了，190多架无人机只有30多架被击落。总之这个把这个前国防部长已退休的国防部长，现在叫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的绍伊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就绍伊古看到他从国防部长这个位置退下来以后发现这俄罗斯国防部的这个战报就没法看，前线打也打不赢，有没有进展，然后后方也没有好消息，没有振奋人心的消息，没有也赢麻了，又赢一次再赢。所以这个绍伊古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想帮一把这个俄罗斯国防部所以这个绍伊古立马放话，这个绍伊古他说针对俄境内关键基础设施发起的无人机袭击中，仅有不足1%的无人机成功抵达目标。这个绍伊古说也就是99%的乌克兰的无人机要么就是自己坠毁，要么就被击落，要么就是不知道飞哪去了。总之只有1%的击中目标。这个绍诚实果然名不虚传绍伊古在夏诺夫格罗德主持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地区现场会议时指出，所有俄罗斯油气企业均已采取最高级别的防护措施。绍伊古向记者表示乌军的目标很明确，说蓄意制造短缺，引发社会恐慌，破坏春耕作业如供暖等关键民生领域。他强调无人机袭击对俄罗斯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害均得到迅速消除，未对国内局势稳定构成影响。要不说绍伊古是加德老师师傅呢，是吧？这个胡锡进老师那都得学着点，对吧？绍伊古你看面不改色心不跳，对着伏尔加河流域的这些官员说乌军的无人机根本就飞不到这儿，只有1%的能飞到这儿，其他的全部被击落。乌军的无人机袭击未对国内局势构成稳定影响。这个仿佛俄罗斯境内的这个油荒、汽油荒、柴油荒这都不存在。俄罗斯对吧，已经1年多不对外出口汽油柴油了。你想想，本来俄罗斯就靠出口汽油柴油赚钱呢，然后当然还出口原油，就靠这个赚外汇了。现在汽油柴油都没法出口，为什么？一个产量小，第二个他们前线要用对吧？现在被乌军一打击，俄罗斯国内缺油了。但是到绍伊古这儿，那简直这都不叫事，不要慌，有什么好慌的，对吧？这些俄罗斯油气企业均已采取最高级别的防护措施。所以这个绍诚实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后面加俩零。大家想一想如果说1%的乌克兰的无人机抵达目标，就给俄罗斯造成这么大的麻烦，那你说要是2%呢？要是10%呢？要是50%呢？那什么概念？所以这个绍伊古到底是高级黑还是什么别的意思呢？当然了，强中自有强中手俄式宣传没有最厉害，只有更厉害；没有最夸张，只有更夸张面对这个俄罗斯国内燃油价格持续上涨之际，能
能源部长谢尔盖·齐维廖夫在接受俄官方媒体塔斯社采访时，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油价上升是因为炼油厂正在进行计划中的例行维护，加上季节性需求和市场波动。这个解释怎么听着那么熟悉呢？你看，他这个比绍伊古就要厉害，因为绍伊古他就不承认什么油价上涨，什么俄罗斯国内汽油柴油什么秩序不稳定，这都没有的事啊，那都是谣言，不实传言。那作为能源部长，他没法绕过这个问题啊。记者就问他，这俄罗斯国内燃油价格持续上涨咋整啊？你看这个部长解释多合理吧？是因为一个季节性因素啊，现在冬天了嘛，这个本来运油就高峰。第二个呢不巧这很多炼油厂正好这个时候要维护，所以导致这个供应减少，所以油价上涨啊，这个都不叫事啊。所以我们就领教了什么叫俄式宣传呢，或者叫苏式宣传，就问你服不服？当然，如果请胡一金老师去宣传，那不一样了啊。胡一金老师要去宣传的话，那一定是说啊，这个低质量的油减少了，对吧？高质量的石油啊、汽油和柴油增加了，而这个俄罗斯民众啊用的都是低质量的汽油、柴油，所以说暂时少一点啊。但是我们高质量的汽油、柴油还是增加了。这么一解释，可怜的俄罗斯人哪能听得懂呢？只能是感恩、感谢、感激、鼓掌，又赢麻了。俄罗斯新闻社报道啊，说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米哈伊尔·拉兹沃扎耶夫报道说，这个塞瓦斯托波尔南湾海事产区一艘浮动起重机翻覆，也就沉了，就是头朝下啊。根据地区调查委员会的数据，已有2人死亡，20多人受伤，正在接受医疗救助。这个塞瓦斯托波尔港啊，十有八九又是乌军的这个无人机的杰作啊，就是那个或者无人艇的海洋宝贝啊，它这实际上就是个船坞啊，修船用的。就这个乌克兰人也不放过。总体上啊，这个俄乌双方在波克罗夫斯克现在是重点区域，11月中旬呢要拿下波克罗夫斯克，恐怕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啊。所以双方在这儿进行惨烈的这个叫消耗战、绞肉战。不过这个泽连斯基啊发话了啊，这回泽连斯基是正式宣布要扩大对俄罗斯的打击范围，要用更多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他说啊，国际制裁与我们的精准打击是同步进行，并且泽连斯基说啊，所有远程打击目标必须在年底前全部锁定。大家看视频啊。Бажаю здоров'я, шановні українці і українки. Я сьогодні провів ставку. Багато було про наші далекобійні санкції проти Росії, про результати наш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на російські удари. В тому числі ми говорили з виробниками зброї для діпстрайків. Це правильний формат ставки, коли разом і виробники, і всі, хто відповідає за ефективне застосування наших дронів та ракет, і за фінансування, і дипломати. Найбільш ефективним виробниками ми даємо 3-річні контракти. Ми збільшуємо такий підхід довгих контрактів, щоб і для виробників було більше впевненості і для нашої армії. Кожну ставку я перевірятиму темп по контрактах, це має бути реалізовано. За будь-якого сценарію Україна завжди має бути і буде достатньо далекобійною. Зараз в час війни та не менше після війни, як частина гарантій безпеки для майбутнього, для наших дітей. Далекобійність – це компонент незалежності і буде найбільшим компонентом для гарантування миру. Санкції світу і наша влучність працюють фактично у координації, щоб у цієї війни було завершення справедливе для України. Всі завдання щодо діпстрайків до кінця року мають бути повністю реалізовані. Це включає також розширення географії нашої далекобійності. Я дякую за влучність кожному підрозділу, кожній складовій Сил оборони та безпеки України. Дякую виробникам, тим, хто справді повністю виконує поставлені завдання. 这个是泽连斯基自己亲口说的，要扩大远程作战范围。大家想象一下啊，2022年10月份，那个时候正好是乌克兰，对吧？把那个克里米亚大桥给炸了，结果这个普京就开始疯狂的轰炸乌克兰。当然了，也有人说是应黄俄的要求，对不对？好的，黄俄那个时候天天说大地啊仁慈，打仗哪有这么打的？我记得加德老师天天说啊，打仗哪有这么打的呢？打仗上来不就把它电厂、自来水厂统统给炸掉，断水、断电、断气，还断网络，然后三光政策，打仗哪有像
像大帝这么仁慈，大帝太仁慈。后来大帝终于不仁慈了，开始轰炸乌克兰。大家还有印象吧？我记得那个时候每炸一次乌克兰，这美西方武器就突破一点，炸一次对吧？就给一款新武器。3年以后现在是乌克兰在炸俄罗斯全境。你说这个战对吧？谁强谁弱，这都是一目了然的。这战打到现在，乌克兰还是乌克兰，但是俄罗斯已经不是以前的俄罗斯了。接下来就准备对吧？更猛烈的轰炸。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泽连斯基说已准备好进行和谈，但不会放弃领土。路透社10月28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进行和平谈判，但不会像莫斯科要求那样首先从更多领土撤军。泽连斯基28日发表的讲话中表示，他乐意在任何地方举行会谈，除了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境内。我在想如果是除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境内泽连斯基都能接受的话，那恐怕下一次很有可能在大国举行会谈。当然不是现在有可能要墨迹到明年3月份吧，很有可能为什么这么说这个特朗普最近又放话了。首先是特朗普说在东京会见山寨代表时说他说我们已经解决了9场战争，不是8场，很快还会有一场。我认为下一个将是乌克兰冲突。我原以为这很容易，我们解决了在中东的冲突，但这场冲突还没有解决，我们会解决它的。也就是说这个特朗普他并没有打算这个就放弃调解这个俄乌冲突，他还想搅和你搅和就搅和吧。这个特朗普又向记者说他说计划与大国讨论俄乌战争问题。特朗普希望大国能协助解决基辅与莫斯科之间的冲突。特朗普表示我们希望大国能帮我们对付俄罗斯，我们对俄罗斯实施了非常严厉的制裁，我认为这些制裁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我希望大国能帮我们。我和他关系很好，我们会面，我相信我们会面会很顺利。我们将讨论的话题之一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每周杀害7000人，主要是士兵。我们会谈论这个问题。我在想特朗普要年底或者年初明年初访问大国，那后面恐怕3、4月份或者再过几个月大国要访问美国，这个恐怕都是在这个安排之中那么他们都互相访问了，能聊啥呢？那俄乌战争这个恐怕是重中之重所以很有可能明年3、4月份在大国召开这个俄乌还有美国、欧盟等等这些国家参与的会叫和谈，这个很有可能其实有几个地方一个就是匈牙利，一个就是土耳其，一个就是南非，然后就是大国，其他地方都去不了。还有印度也可以，从这么多国家里面选，我估计最后恐怕还是选大国。那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如果不选大国，你选印度，你选其他国家，那大国正好他又是做壁上观了，就是手术两端。这特朗普你看这个表态对吧，又希望要跟大国联手，也希望跟大国一起这个制止俄乌战争。那你说跑到印度去开会，大国会去吗？所以说可能性就是我推测明年4月份吧，也可能要在大国召开会议。我们再看这个彭博社10月28号报道他说美欧制裁下大国企业取消采购原油暴跌说这个由于西方制裁导致大国炼油厂取消部分采购，一种关键的俄罗斯原油等级价格暴跌。这个 ESPO 原油就是这个什么西伯利亚太平洋原油。这个彭博社10月28日报道，本周从俄罗斯远东地区运来的原油现货价格较布伦特原油基准价每桶低50美分。由于未获授权接受媒体采访，这些贸易商不愿意透露姓名。上周在最新一轮制裁实施前，该等级原油的溢价超过每桶1美元。在美国将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列入黑名单，以加大对莫斯科方面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压力后，石油市场对供应中断和原油流向变化迹象保持警惕。随后，欧盟将2家总产能合计为每日60万桶的大国炼油厂以及大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贸易部门叫中油香港列入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这个彭博社说俄罗斯的这个远东太平洋这个原油深受大国炼油厂和加工厂的青睐，说这些所谓民营加工厂被称为茶壶炼油厂，拥有处理美国黑名单原油，比如来自伊朗的原油的经验。在美国制裁之后包括中石化在内的国有企业取消了部分俄罗斯海运原油的采购，其中大部分就是 ESPO 原油。根据这个媒体报道说茶壶炼油厂通常每天需要80万桶俄罗斯远东原油。美国已经对多家中国
茶壶炼油厂实施制裁。总之啊，大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现在是急剧下降啊。媒体报道啊，由于制裁啊，俄罗斯最大的工业帝国之一正在考虑出售海外资产。总部位于莫斯科的能源巨头卢克石油公司在周一晚间一份声明中证实，该公司已开始为其海外企业寻找买家。卢克石油公司还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拥有炼油厂，这个都要出售啊。这好像这炼油厂已经被这个反正不明的人给炸了。有很多人说啊，那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遭到这个制裁，然后俄罗斯的炼油厂又遭到这个乌克兰的轰炸，那这整个世界对吧？汽油、柴油它不就有缺口？本来整个世界供需是平衡的，对不对？你把俄罗斯这样炸了，俄罗斯缺汽油、柴油，它就从国外进口，国外进口呢，那价格不就涨吗？但是不要紧，问题解决了。说非洲啊最大的炼油厂实际上就是尼日利亚一个炼油厂要扩建，从每天65万桶扩大到每天140万桶，就是翻一倍还不止，直接干翻印度贾姆纳加尔炼油厂，成为全球第一大炼油厂，总投入啊190亿美元。这个炼油厂投产才2年，原油进口量已经达到59万桶每天，60%从美国进口。该工厂提供超过6万5千名工人就业岗位，对吧？所以说国际这个汽油、柴油价格又要下降。这个泽连斯基说啊，美国的制裁将使俄罗斯每月至少减少5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他说啊，我们认为这些制裁将使他们收入每月至少减少50亿美元。这些不是我们的数字，他们尚未得到我们的情报部门的验证，这是我从我们的合作伙伴那里收到的数据。最重要的是，美国的这一决定将对石油出口产生约60%的影响。泽连斯基认为啊，如果需要一个清晰的了解，那么在1个月以后啊，可能有数据。就在特朗普啊批准新一轮制裁，并启动协助乌克兰精准打击俄罗斯石油设施的情报行动后，俄罗斯石油巨头卢克石油股价累计下跌20%，俄罗斯石油公司股价下跌13%，均呈现连续5个交易日持续下跌。10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支持建立志愿者编队，以加强对重要设施的防护。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在外出会议上介绍了这一决定，会议主题为在特别军事行动条件下防范恐怖袭击，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绍伊古表示啊，这一提议由包括夏诺夫格勒德州在内的多位地区领导人提出，志愿者编队将用加强对战略性和高风险设施安全防护。此前，普京曾在俄罗斯安全会议常任成员会议上提出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并讨论了完善该领域措施的相关事宜。我感觉啊，这个普京啊，恐怕又要上绍伊古的当了，搞什么志愿者编队啊？绍伊古就是搞这个志愿者编队起家的。绍伊古最早发家的时候啊，就是在苏联还没倒台的时候啊，在俄罗斯他就搞了个就是志愿者联盟，大概就是类似于消防队，就是叫什么叫紧急救灾部队啊。他先成立的是个紧急救灾部队，就哪儿出现洪涝灾害、自然灾害，什么楼塌了，他这帮人就去救灾，这是刚开始。后来不知道绍伊古在哪儿弄了枪，他们就配上枪了，成了军队，变成一个半军事化的组织。有了枪，后来苏联解体，绍伊古就越做越大，甚至啊，他的风头是盖过普京的。绍伊古自己有政党，后来是在这个叶利钦的要求下，绍伊古帮这个普京竞选，支持普京。所以说啊，现在绍伊古又玩花活啊，搞什么志愿者编队，十有八九啊，这个不安好心呐。你想想，绍伊古他天天到处救灾呀，一救灾上电视，都是做好事啊，所以在俄罗斯这个深得民心。所以最近外媒一直在报道啊，报道什么呢？说经济危机背景下，普京开始担心政变。昨天这个英国的媒体是吧，报道普京是担心政变。今天好像又有媒体说普京害怕政变了。你看绍伊古这个简直是狼子野心呐，对吧？又想抓军权呢，又想自己搞一支部队。因为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引发的经济问题，导致民众不满，普京对可能发生的政变担忧加剧。欧盟和美国不断实施新的制裁，商业活动因高利率而陷入停滞，国家债务持续增长。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近日警告称，俄罗斯经济正处于衰退边缘。据报道，2025年俄罗斯预算赤字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6%， 即 5.7万亿卢布，这是计划水平 0.5% 的5倍。国家福利基金储备已较战前减少一半，从近10万亿卢布降至 4.2 万亿卢布，也就是俄罗斯的养老金快发完了啊！你再坚持2年就没了，俄罗斯养老金都发不出来了。为弥补赤字，俄政府将提高税收。2022
2026年起，增值税将升至22%，并大幅增加国内借款，这将导致国债成本上升，石油收入下降，物价上涨，汽油日益难以负担。自战争开始以来，即使按照俄统计局的数据，通胀也已超过40%。俄罗斯在3年半首次真正感受到了痛苦。英国智库叫查塔姆研究所俄罗斯与欧亚项目研究员阿什指出，在他看来，克里姆林宫已出现恐慌，因此普京核心圈正试图通过抹黑反对派来展示西方企图分裂俄罗斯。10月14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以企图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推翻宪政秩序为由，对尤科斯石油公司前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以及反战委员会的22名成员提起刑事诉讼。身在伦敦流亡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称，这一指控是谎言，旨在恐吓反对派。普京此前也曾面临政变威胁。2023年6月，瓦格纳军事公司创始人普里戈金发动叛乱，率坦克进军莫斯科。他后来叫停了运动，并在几个月后死于空难。尽管政变失败，但专家指出，这一事件鲜明地揭示了普京政权的脆弱性。我倒觉得普京的威胁并不来自于什么反对党、反对派，因为反对党、反对派没有什么力量。普京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身边的人，比如绍伊古，对吧？绍伊古现在蠢入动啊，比如卡德罗夫，比如梅德韦杰夫。这个俄罗斯的反对派它起到唯一的作用就是吸引火力。普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们身上吸引了大家的火力，吸引了大家注意力。实际上像俄罗斯这样的政权这样的国家，它的掘墓人就在身边，对吧？这个懂点历史的都知道。但是他在掘墓之前，你是绝对不可能看出来的，他会表现得非常叫顺从，对吧？非常这个忠诚，极端忠诚。一旦被你发现了，都被你除掉了嘛。所以说伪装的非常厉害。所以普京他实际上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那些反对党身上，那些人没有什么力量相反，他身边这些人都要防，没好人。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